闯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星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想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阿姆来，饮茶。多谢。阿母，你咧有病吼，阮也袂当甲你带转去幼校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实在做个承担啦。是啊，阿母，我真真该死。恁吼，嘛要像这边家己啊啦。阮的办法也是成功吼。恁两个歹媳妇吼，对哥哥来叫恁妈妈转去，好好伺候伊，友好伊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阿姆，到时吼，你就知影啦。人若无做亏心事，哪有啥物好惊的？好啦，看你鬼鬼祟祟，啊，你是要倒？等来台北啦！啥？等去台北？无你现在常常要等去台北啦？听讲完你讲，你参加聚会啊？一吻定情呢，兄弟啊！你是好啊呗？拜托咧，昨下我是因为听阿妹的话，一时冲动，才甲水安尼浸落去。吼，浸落去想起来，我会变白，我著。心我就会变白。对啊，你唔知啦，我浸味哦，我甘愿来浸要猪母的嘴啦。吼，所以我今摆要选等你台北，若无伊杀着我。对啊，拄则你有讲话无？敢若无呢？你的声变成水花的声哦。敢若是呢？你我死鸡讲的啊！哦，人今晚的时阵讲吼，啊你规个人忙死死，哦安怎？今晚就讲今晚不如去种猪血，哎呀苦啊！哎呀，别个骂啦！哎呀，爱什么爱啊？人今晚的时阵吼，咱唔知头哎呀，哎呀，够苦，你够苦，你这个好牛鬼啊！这样每一个想要死，这个死，这个死，这个死。别个怕啦，个怕我真正去用拖去整啊，别啦。查甫人吼，拢毋是啥物好物件啦。我的心肝着，甲我放散啊！啊，赶紧拄着这个风流天讲，占了便宜吼，就这一算啦。啊！我喷了，我不如来去死啊啦！追我呀！追我呀！好啦，我要找你参详啦。有代志就等下才讲啦，我先起来甲安慰者，无到时伊若为我伤心甲去自杀哦，去出人命呢。别啦，我等你甲安慰一下就好啊啦。有一代志吼，比这较重要啦。安尼哦，啊，啥代志你讲啊？
有一个老妇人，叫迄两个新妇热抬高哦，我来讲。哎呦，母啊，你当拜托诶，啊无在无一日考安怎？我讲甲你考到啥？啊是讲啊，你听到要靠厝边隔壁人听啊，听互因来讲我会较清。无你是安怎？你安怎？我跟你讲啊，水木啊吼，就互你扣水去啊。唉，可是讲话你感觉住在这所在，你足痛苦。无紧啊，你搬出去啊，那我也无劳你哦。拜托，你唱安怎哈？啊，我知啦，你哦，凡事是足介意水某因老母，规日安尼。啊，你来，这个送去啊，送去你倒死！你较拜托的哦，我是无领你哦，你是家己送来阮遮要创？竟然有这种这么不好的新妇哦！无我哪会摕你斗相共？放心啦，这款代志我义不容辞啊！全力甲你斗相共，嫁一这两个新妇。有影哦，嘿，水哦兄弟，嘿，耶！这个无唔对。建峰姐有人听无？哦，来，请问你是？我姓赵啦，我要找王月霞王女士。啊，请问伊是毋是住伫遮？哦，迄是阮母啊啦。来，请坐。来，进来。好，安行。热身几时？那安尼是毋是麻烦联同大人出来一下？哦，阮母来哦。啊，歹势，我无伫咧。无伫咧啊？是当时转来？这我嘛唔知咧。啊对啦，你找阮妈是啥物代志？哦，是安尼啦，这个王女士因翁吼，就是恁爸爸啦。哦。阮爸爸吼，较早是好朋友。较早吼，因爸咧合作做生意，是讲要互恁知啦。恁爸爸吼要过身之前吼，有交代一大笔的金钱和珠宝吼，要交互恁妈妈啦。金钱？哦。对，算起来吼，差不多2000万哦。哇！是安尼啦，本来吼，恁爸爸有交代吼，爱伫恁妈妈这个经济有困难的时阵吼，才交互伊啦。是因为阮规家伙仔吼，连伊要搬去外国大啦，所以吼，今仔专工来吼，要甲这个财产吼，拢交互伊啦。这怎么可能？都对咩？哪会无可能？来，你甲看，这吼，打这的钻石啦、珠宝啊，都1000多万啊。另外吼，这定期存款、顶悬登记的吼，拢恁妈妈王月霞女士的名，这3000万。你看，我看嘿，你看这顶悬这名有，这名顶悬写王月霞王女士嘛，我看一下，吼，拢总3000万，吼。另外就是这股票啦，还佫2栋厝加起来吼，2000多万。这个真正酸啊呢！可是嘛，我这水酸。歹势，这珠宝哦，歹势，这珠宝吼，袂通弄手黑白摸的啦吼。嘿，就真是，哎呦，啊，拢大家也无伫啦。我看吼，迄只金银珠宝吼，你交我就好。嘿，得对唔对啊？若准备交后嘛是交互阮啊，伊是大囝，我是大新妇啊，轮袂到你遐去啦。袂见袂笑哦，啊，较唔知影是哦，看着钱就目睭金啦，想要大通我想哪唔知啊？哼，你哦，嘛免遐假好说啦，谁唔知影讲哦，母啊较早一寡西巧，哪有你两个翁仔某乌了了？喂，茶吼茶吼，你拢加分1分啊！连这件事都想要霸，这个想讲我唔知哦。你嘛有袂讲哦，人家甲你讲袂讲，明明就是你甲母啊，大家哪会讲安那哈？哎呀，这种话你讲一下，你不要脸，这泼妇，你这泼妇！
冤啊啦！哎呦，哎，是人伫门是这呢，你安尼两个冤家呢，心灰体痛啦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若是恁妈妈无伫咧吼，先生啊，因为阮母也无伫咧咧，所以呢，你用像这金钱甲珠宝拢交互阮水王啊。阮水王啊，伊是大囝，水王啊，身份证互阮看一下哈。我你讲哦，你千万都唔通将这物件交伊，伊会甲都吞落去啦。我来介绍，这个阮翁啦，叫水王啊，我恁家保证，伊人是个忠厚老实可靠，交伊绝对是无问题。故意老实，迄老实打晒才唔敢偷窃啊！先生啊，我甲你介绍呢，水王啊，长子，所以呢，我你讲哦，这张身份证，假，老嘛假。哎，你看差不多嘞，讲阮水王啊假，你这个唔死人呀！哼，水王啊，你讲你死人咧，你有听无啦？哦，我比死人较不如咧。你死人哟！人讲你死人，你就承认啦哈！你真正一分不会骗人。是安尼啦。这个金钱珠宝吼，一定要亲手交恁妈妈。我看吼，你甲恁妈妈找倒来，我加两工吼，再来啦吼。嘿，就是。歹势啊，歹势。快子炮嘞！骗钱哦，快子炮啦！先生，我真好知哦，伊是啥物人？我唔知影啥物代志啊。对吧？有点。你摆呐？想要甲我讲吼，恁老母还阁有遐尔济财产。你即摆是死人哟，讲坐咧遐袂讲话袂出声。啊，母也无伫咧啦，伊财产也无交我，我哪有法度啦？无法度？吼，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无想要摕你老母迄笔钱啦。你真正要你大兄一人独吞哦？独吞？哎呦，袂啦！什么袂？你就是讲啦，你袂甲阿母找倒来啊？啊，找阿母倒来啊？若无将你老母找倒转来，是要咱得到迄笔钱啦。哎呦，为着钱才甲阿母接倒来，你未免伤过现实啦吧？你就是无够现实，这真亏啦！我甲你讲，即摆上重要的就是钱是上重要的啦。钱，哼，恁就是安尼啦。阿母才互恁逼甲离家出走啦。啊，我来甲你讲过啊，我甲阿木啊吼，有去你个电因兜找伊啦，啊有哭劝阿母啊转来，啊伊死都唔肯转来。伊讲哦，伊讲啥？伊讲吼，转来互恁日台吼，伊倒不如吼死在外口。啊，阮去找伊吼，伊也袂转来啦。要找恁家己去找。是啊，叫我去这还要转来哦。哦，我咧讲吼，我是无甲你勉强吼。哎，我咧想吼，阿瑶啊，人即阵啊，可能为着财产，已经去请阿母啊转来啊。啊，一定。阿爷啊，这卑鄙下流的查某，为着钱哦，一定安尼做。对，我甲你讲，我绝对吼袂互阿爷啊达成伊的心愿。对，我一定要赶伫这三八查某进前，就马找倒转来。要若无，迄钱就怪了了去哦。迄你也伫因兜住喺度哈？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真正想袂到，迄两个不孝的查某吼，会为这假珠宝啦、定存、假股票安尼当场冤家啊！真正笑破爱嘴啦！咱这第一步的计划吼，总算是成功啦。啊，毋是我咧操蛋啦，那我赵家港亲身出马吼，无迄个代志袂成功的啦。若毋是我的妙计，你是成功啥物？你贤，你巧，你有才调，那安尼你想一个办法，叫朱伟啊吼，莫甲我高高甜，讲啥物要嫁我？我也无头壳歹去啊，替你想办法。最尾毋嫁你哦，就会甲我杀作对啦，我会拖去酒。那安尼吼，我要偷偷旋转下台北啊！哎呀！迄个
不啦，新妇来安尼。紧闭起来啊！啊，若伊看到你吼，咱头前做的吼，就拢乌有去啊。对。进来哦。李先生。水龙社，是你哦。歹势啦，迄天你去阮兜的时阵哦，我伫咧无闲啦。无闲哦，敢毋是哦，我敢若咧冤家咯。迄天吼无好好甲你交代，是的啦。无要紧啦，你今仔来是？今仔日啦，我今仔日哦是专工来接阮阿母要转去的呢。我有听毋对啊无？你敢讲吼，就是恁老母若死吼，才要甲恁通知呢，答伊也无死啊。哎呦，这个话吼是迄个卖介绍的查某，嘿阿玉仔讲的啦，我嘛是凊彩应应的啊。你拢毋知影呢，自从阮阿母吼，互迄阿玉仔去甲离家出走以后，我就足烦恼的，我就逐工吼拢走出去找伊，而且吼，我惊伊讲伊会去跋倒无，还是会发生什么意外无，我拢一直足烦恼的呢。讲话比想的较好听。李先生，我甲你讲哦，人我吼嘛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呢，我嘛知影讲吼，必先孝为先啦，而且吼友好大家官是做人幸福上界基本的道理。所以呢，我要将阮阿母接转去，互伊过好日子，好好啊甲友好。我才无爱相信呢，你心肝来想吼，甲你讲的一定无共款。无，我就说，我就说讲吼，我即摆将阮阿母接转去哦，我要互伊过好日子，好好友好伊，互伊逐工食好的、穿水的，而且吼绝对无要忤逆。好啦，既然你安尼讲吼，安尼我就入来问看恁母啊，看伊愿意甲你转去啊毋啦？谢谢哦。这样一个吼，咱挑完就直接阿弟弟先生哈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好，小弟无去你，水毛嫂啊哈，你嘛来哦？嘿咩？你嘛是来接恁大家转去的哦？嘿喏，你都唔知哦。我讲哦，像你甲我讲过话，为头到尾详细想过一摆，我感觉哦，你讲都有道理。后摆哦，我嘛是做人大家啊，假使讲我即摆哦，若是考到阮大家啊，哎哟，后摆阮媳妇嘛考到我呢，所以讲我想来想去哦，我感觉我唔对，我吼决定要好啊友好阮大家啊，我嚟叫伊做转去啦。好听还袂跳针。就是咩，迄看嘛知影，迄根本哦就是假有心啦。讲到遮好听，要将母啊接转去友好。我看是想要友好母的钱，才是真的啦。拜托的吼，免得你久笑鼻无尾啦。你家己咧，你也唔想看你当初哦，对迄亲爱的妈咪，你甲做些什么代志？不好，忤逆，苦毒。哎呦，讲啥？你这位倒转去友好哦，寒哪加烧金？你去卖介绍，你比屁啊！你对老母安那，食唔甘好食，住唔甘好住，穿唔甘好穿啦。你搁讲啥？你搁有比我较好？你骗我，你嘛是你想干啥啦哈？莫吵啦！我容易搬落去啦，精彩，迄比电视上看的还搁精彩。讲完啊，点点。我讲两位啊，拜托的好，这毋是恁厝呢，你莫冤啊啦，我来请恁大家出来啦。妈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啊。妈咪，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情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阿母，妈咪，阿母人甲你讲啦，这几天吼，你互伊去到吼离家出走，我足烦恼的呢。我规个庄仔头拢找透透，惊讲你会出代志，我搁去派出所报案呢。嘿妹，妈咪，你嘛唔通安尼，讲要出去行行唠唠的，嘛唔通为了计激气吼，才歹倒转来呢。哎呦，我害我食袂落困袂去，我是我烦恼咧。恁两个人真是变啊啦！
阿母啊，我甲你讲，以前吼都是我较少年，较憨吧，较袂晓想呐。你放心，即马吼你转来厝，我一定好好友好你，绝对袂互你受气吼。对啦对啦，哎呦，较早吼是我这个戆心妇，袂晓想，拢无好好甲你照顾。你给我一摆机会，我绝对要甲你友好。妈咪，你一定要原谅我吼。母啊，咱来转啦吼。你唔对咧，是甲我转去的啦。我是大新妇咧，母啊当然嘛缀我行。哦，拜托诶，这个轮廓食阮兜，你是要抢人哟哈？别计较，别计较，别计较。你好暂时咧哈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心肝来想啥，甲你喙角敢有共款哈？你以前是那对台母诶，唔甘好食，唔甘好住，即摆你敢讲叫母啊去带你啊？母啊，咱莫听伊缀我走。妈，你走，你莫甲伊转哟。你甲转，甲你考到，甲你管顾咯，甲你扶起你咯，莫甲伊转。好啊啦。哎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不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。